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0篇，何西阿书13章第1节到16节，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最后的宽免。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记载着保罗甲哥罗西教会基督徒所写的最后的宽免。原文的圣经的翻译是叫做 Further Instruction。佮较进一步来讲，是应该讲是一个指示，也是一个指导。新的台语汉字的翻译是讲最后的宽免。因为哥罗西书第4章所记载是保罗伫监狱中间写予哥罗西教会的批信。第4章确实是最后的话，但是这个最后的宽免并不是对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乃是对保罗本身的角度来看。时间无济啊！基督信仰的宽免，其实事实上是世世代代袂会停止，因为上帝伊爱咱全部拢得救，伊无爱有人沉沦。就好像亲像伫圣经中间历代的遮个先知共一样，每一代代拢有人出来成做上帝的仆人、代言人，提醒基督徒着爱努力亲近上帝。保罗讲，恁着爱祈祷，爱有耐心，爱警醒，对上帝存感谢的心。你若着爱为阮祈祷，求上帝赐阮传播信息的好机会，通得到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现在就是为着这个工作坐家的，请为着我祈祷，我会尽责任将这个奥秘来传讲出来。恁甲非信徒来往，着爱有智慧，着爱把握机会，讲话爱温和趣味，亲像用盐调和，爱知该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。保罗宽免哥罗西教会基督徒必须爱伫祈祷中间学习有耐心的祈祷，并且爱伫祈祷中间警醒，对上帝爱心存感谢。不但安尼，也爱知影为着圣道来祈祷，互上帝的仆人通好搁较有气力，继续传主的救恩的福音。着爱有智慧，着爱温和，着爱有趣味，成做一个人际关系的调和者，亲像耶稣基督成做人甲上帝的中保的。这是基督徒所得爱学习的特质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哥罗西教会基督徒欠缺这种的特质，就是上帝的特质。咱拢知影，以色列人总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将先知的话当作真硬耳的风。何西阿先知济摆来提醒以色列人，但是因却无愿意听先知预言甲提醒，所以安尼先知也互以色列人进一步的提醒，咧提到着以色列人将来会拄着最后的审判，因为因背离上帝，连人也拢无尊敬啊。何西阿讲，对古早伊发言之族一讲话，其他的支族拢真惊吓。
因为因敬重伊法莲。可是伊法莲拜巴力犯罪，一定爱灭亡。因继续犯罪，并家己的想象甲技巧，用囡仔来铸成偶像，然后讲着爱因献祭吧。因竟然甲牛仔共咧亲嘴，所以遮个人拢亲像早起的蒙雾，日头一出来就消失。因亲像稻仔场顶悬的蜜叶，对烟筒冲出来烟，风一个吹就消散。当一个受呼召、受到竞选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或者是咱咧讲基督徒，过头自义，无愿意听探上帝的指示，无愿意悔改，活倒转来的时阵，因就会失去上帝的保守，家己需要去面对所拄着这个苦难，咱讲审判。以色列人一向都是安尼。圣经讲，可是恁一个进入这个肥跟软的土地，就因为真丰盛的衣服、狗仔的食物，互恁就自满、自我、骄傲。恁竟然将我袂记住。一人拢是安尼，伫顺境的中间，用家己的能力。感觉有悠闲，真有够力，可无愿意谦卑、感恩、学乐、敬拜上帝。就算是因非常清楚过去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互因对受统治的情形的下面来解脱出来。但是因伫得顺境的中间，却就袂记得主的恩典。好像圣经，好像书讲，上主讲我是上主，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。除了我，恁无有上帝，只有我是恁的救主。伫大索的旷野，我亲自看顾恁。伫礼拜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也提到过去传福音的经验，这伫美国早期留学、就业、退休的台湾移民前辈，因真看重这个部分，因认为家己的能力有够，因此才有这种真美好的性命甲生活。因为有真悬的学历，有真好的职业，也有真热闹的这个退休金。因感觉讲因所得的比所有的人较好，所以因无欠。但是呢，常常拄到一旦因的厝呢发生变故，或者是身体忽然间出真大的问题，伫这个走投无路的时阵，因的态度就又搁无共款啦。人生敢会有最后的提醒？有啦，一定有的吼。人的生命有限，就算是头前咱所咧讲，人生非常的美好，真顺利，真丰富。但是人生就亲像所罗门王伫传道书所讲的：生有时，死有时，财政有时，满足有时，杀害有时，医治有时，痛悔有时，起坐有时，低靠有时，欢喜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。东房有时，奔房嘛有时；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；追求有时，放弃有时；保存有时，气杀有时；掠破有时；
这个天报有时，点点有时，言谈有时，听有时，分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最后的终站有一天总是会到。人最终要是需要去面对人生的终局，需要面对一生性命的结果。进一步看免是为着要避免人伫将捌的时阵后悔袂赴，也毋茫每一位基督徒拢会通有好的终局，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诗篇60篇，上帝啊，你有气杀阮，拍碎阮，你有对阮受气，求你搁转转来阮遮。你甲地震动，互伊离开，求你修补伊的离魂，因为地还在震动。你有互你的子民拄着苦难，有互阮啉互人颠来颠去的酒。你为着敬畏你的人的大旗，召集因，互因脱离刀剑的攻击。求你回应阮，互你大权能的手拯救阮，互你所疼的人得到解救。上帝伫伊的圣所讲：我大胜利啊！我要分割世剑，分配所及的山国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嘛属我。以法莲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权柄的管。摩押做我的翼盘，我ฮ็我的鞋伫以东。非利士啉胜利的声，啥人要带我入去坚固的城？啥人要带我入去以东的地？上帝啊，你减有气杀阮！上帝啊，你减袂阁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。你援助阮攻击的对敌，因为人的帮战袂靠得。靠上帝，阮才会得胜。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感谢上帝，互阮得到救恩，互阮受到呼召，互阮来得到再次的提醒。虽然阮真侪时阵看重阮家己，阮做了无够好。恳求上帝继续赐了你的怜悯，互阮有回转的机会。感谢祈祷，奉主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